伫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台电副总经理等贵宾的共同见证下，群创光电台南三厂17号上午进行自设太阳能台电并联的启动仪式，预计一档的发电量达到788万度，成为用电大户绿电政策实施以来第一间以厂房的厝顶设置太阳能发电设备，并且率先并网的科技大厂。启动。好了，是我们刚挥手，来各位，此次非常顺利的台电跟群创光电在3场屋顶上面有6 MW 的顺利的启动。20年了，群创刚好今年满20岁。20岁我们都讲是一个人登滚要转大人的时候，承担更多的责任。那我想群创作为一个用电大户，一直以来我们希望的一个目标，推动的也是一个转型升级。我们喊出的口号叫 More than panel， 不光只是面板。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讲它别具意义？我们希望我们不光只是一个用电大户，也是一个绿电的模范生，一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里面的设备随便都是上亿的。那我为了这个绿电的这个设备几百万、几千万，或者达到多少的这个承诺，那万一造成这个结构上的安全是大家只踌躇不前的一个地方。可是我想群创的整个团队，在此我要特别感谢，就是我们的总务团队，我们的环安的这个团队，克服了种种的困难。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是用一个自重型的一个太阳能面板。那这个时候呢，其实群创所做的，我们设计的这个风速可以达到抗17级风，就是42.5 m/s。然后我们的这个耐震的这个抗耐震呢，可以达到625个 gal， 就是可以抗到7级。原先只能看到6级，那经过我们的团队不断的去演算、试算，用各种的模拟，再加上这个系统的优化之后，可以看到7级的地震。同时呢，我们可以的这个转电的转换的效率可以达到20% 以上。我想这个在所有的这个太阳能业里面，尤其是不管是半导体的这些厂房的里面，算是一个首创，也是最好的一个成绩。我很感佩我们洪董事长跟咱杨总经理的用心。可以做成我们这些科技业界在屋顶这些厂房屋顶来施设这一个太阳光电板，然后呢来跟台电并联，然后自用，这个真的是响应政府现在呢能源转型的一个政策。今天很高兴看到群创就用一个最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因为我们的这个高科技厂商未来应该是台湾的护国群山，我们希望有这些护国群山关键型的产业引领世界、引领产业，但对于所需要的水跟电，却如果不能够供应的话，那是要逼的群山这个出走嘛。所以我相信在绿电的部分，我们一定会努力去做，但是一个前提就是必须跟地方多做沟通跟说明。群创光电积极进行能源的转型，克服高科技制造业烦恼的无尘室厝顶设置光电的风险，伫个安全、耐火加高效，采用高规格设计。到去年底，太阳能的设置量达到8 MW， 加上这场6 MW， 总累积达到14 MW。甲22座的大安森林公园碳吸附的量相当，比完成并网的发令时间2025年搁提早3年，并调向2030年 RE20的绿色承诺。台南新闻联跟采访报道。